伊个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撑的。不过，伊个美食栏目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啊，苏州闲话栏目呢特别的接地气，大家坐辣电视机门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得更加的亲切，因此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苏州三吃七天六喊吃的么子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，后来是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三吃么子呢？也把大家叫来点点心，那么上门呢？分到看看啊，魏老师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0斤啥大头骨？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气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投资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豆子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这30多斤的大南瓜，他切得动吗？魏老师，哎呦，这本是个发猪啊哈，这把南瓜单子好。哦。你看多好。哦，哎，实心的呢是吧？啊，不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哦，来里向。那么南瓜豆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，魏老师。对。但是呢？我只有吃过，自家分做过，是吧？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下子，那么切下子呢，一掰皮，一掰皮呢，先弄的切片下来，切片下来，那么切下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，那么蒸是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会熟着，也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把个粉的一袋捏了一袋，让它浸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儿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的注意个步骤啊，要包一块熟粉了，搿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烧结烧切呢，就是我们买得来个果粉啊哈，买得来个水磨粉啊哈，先要压一个头。拿个水搓下，压下头以后，把了水里向杀熟以后，这个一块么子打南瓜打干粉一袋捏了海之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捏好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头打。那么这个样子捏出来的这张皮子呢，就做好的豆子不会棒擦，而且久光滴滑。哦。蛮吃力的，哎呦，蛮吃力的。但口内不错，为啥你这样一头粉来当一张？哦，我是也不来噻那我请你洪师傅来的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子年几点钟？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8点钟或2点钟。哦，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你想吧，吃力啊。增加好。你看你腿上才是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这样是吧？那么留下来嘛也还搬做啊？也做着。这个呢，叫捏盆子轻的。那么这个张呢叫捏壳子。捏壳子的呢可以让先搬得多点，捏盆子的呢，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亲人工一张盆子。没人这样给比他们这样盆子的，吃起来嘛像壳子。对，说子呢我要包一块孜鱼，不包孜鱼呢吃了不味的。那个孜鱼里向像只半个糖。对，半个糖的。来是哪？我做下噻。你做得比我漂亮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不能刚子在想上思维牌的。啥都不错。那么这个说。对。那么
胡老师，我那个天年下来呢，我觉着侪是肉跟这个一个贵族才是辛苦苦。对对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啦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这个，对，是个，是个。那有一只啊，还有两只啊，搿个只呢是凳子，搿个只是桌子，但是最有结果呢，就是两只头子。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哦，你个头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啊漂亮。哎呀，你认得出搿只你做过？两三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搿只了，啊，做得东西，上看。你看呢，黄渣渣个头子上来羞羞红一点的啦，三姑娘穿个做人家的个。好吃个。回来噻。那么干头呢，另外一两个。对个。刚刚么南瓜头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菜。那么啥个性干，啥个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有种晓得，有种不晓得。那你比方讲，干张我晓得。一个是没干。你一个是不好干。搿只不好嘎嘎讲。哦，不好嘎嘎。清清亮亮。对个。搿个三只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搿只呢叫好干，搿只呢不好干，热天吃的。搿只呢叫混合干，这个干头呢一年呢要60几种的了，来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翻新。对个。啊是，所以说。每一个行头侪有那个重点的，所以还有只叫四季干豆糕。这个四季干豆糕啦，我在三辰光创造的。你试试看呢？不早忘记脱了。那么我来试试看啊。正月15口灯吃牛山，2月底要吃苍叶干，3月里青豆子为豆光干，4月14要吃陈皮，5月端午中菜肉豆子米蛋海，6月双娘头黄天干了葡萄干，7月里插头干、钢头干，8月吃石头为南瓜豆子营养海，9月重阳节灯干要吃重阳干，10月里兰卜豆子白玉切，11月要吃冬至头手痛防不了。12月里年关蛋，家家户侪要吃糖年干，祝福大家1年更比1年嗨。民生在线记者报道。好在今朝的节目呢，随到该到点结束。那么最后呀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今朝幺里的门子与台风登陆影响健康之后，所以呢，大家尽量要改善出门，注意安全。观众朋友，门在来辰光，民生在线恭喜大家登到门子位。一个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差的。不过，你个美食栏目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啊，苏州话栏目呢特别的接地气，大家坐了电视机门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到更加的亲切，因此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苏州3吃7天6喊吃的么子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荷兰市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天吃么子呢？一个大家叫来的点心，那么上门呢，分到看看啊，魏老师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9只大头骨。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细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豆子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豆子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这30多你个头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啊漂亮。呀。你也认得出搿只你做过？2、3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搿只了，啊，做得东西，上看。你
那可能黄大家的头子上来修修红一点的啦，三姑娘穿个主人家的个。阿吃个。阿吃。回来是啊。那么干头呢，你拿一两根。对个。刚刚么南瓜头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菜。那么什么性干，什么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语种晓得，语种不晓得。那你比方讲，该张我晓得。一张是没干。那一张不好干。该张不好嘎嘎讲。哦，不好嘎嘎。清清亮亮。对个。这个三张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该张呢叫好干，该张呢不好干，热天吃的。该张呢叫混合干，这个干头呢一年呢也60几种的了。来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翻新。对个。是，所以说。每个行头侪有那个重点的，所以还有这叫四季干豆糕。这个四季干豆糕啦，我在三辰光创造的。你试试看呢？或者也忘记脱了。那么我来试试看啊。正月15口等吃牛三，2月21吃叉烟干，3月里青豆子位于东方干，4月14吃。新的大南瓜，它切得动吗？后来是，哎呦，这个是个杀猪啊哈，这把南瓜单炒的。哦。你看多好。实心的脑子啊，没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来有点香。那么南瓜头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后来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只有吃过自家分做过。分做过，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下子，那么切下子呢，一掰皮。一掰皮呢，先弄的切片下来。切片下来。那么切下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。那么蒸至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会熟着，也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。大概分了一袋，肉了一袋，让你浸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，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的注意个步骤啊，也包一块熟粉了，搿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少加少切呢？就是我们买得来个果粉啊哈，买得来个水磨粉啊哈，先要压一个头，拿个水搓哈，压下头以后把辣水里向杀熟以后，这个一块么是打南瓜打果粉一袋肉了海，肉了海之以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肉好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头打，那么什么样子肉出来的？搿只皮子呢，就做下个豆子不会棒擦，而且久光滴滑。蛮吃力个。蛮吃力个。但口难不吃，为啥肉不让一头粉来当一张？我是也不来三只，那我请你洪师傅来个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年纪年的，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早点中午2点钟。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你想吧，吃力啊。增加好。你看你头上才是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是啊，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食堂，是吧？那么留下来嘛也还搬做啊？也做着。这个呢叫热盆子轻个，那么这个张呢叫热壳子。热壳子个呢可以热性摆得多点，热盆子个呢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轻人工一张盆子。没人这样给，比他们这样盆子的，吃起来嘛像壳子。对，说子呢我要包一块孜鱼，不包孜鱼呢吃了发胃个。那个孜鱼里向加只半果糖。对，半果糖个。回来说吧，我做啥子？你做得比我漂亮啊！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不能刚子在上上思维牌的。上得不错。那么这个粗粗。对。那么回来说，我那个体验下来呢，我觉得就是肉分这个一个筷子才是辛苦的。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的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这个。还是乐趣呀。对，是个。那有一只啊，还有2只啊，这个只呢是盆子，这个只是
壳子，但是最后结果呢，就是两只豆子。哎，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好。伊个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差的。不过，伊个美食栏目还是深受于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啊，苏州话栏目呢特别的接地气，大家坐辣电视机面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得更加的亲切，因此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苏州三吃天天乐，喊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荷兰式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三吃么子呢？一到大家叫来的点心，那么上门呢？分到看看啊，魏老师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0斤只大头骨。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细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豆子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豆子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这是两个豆子。哎，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哦，你个豆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好漂亮。哎呀。你也认得出，这只你做过？2、3，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个啥的，啊，做的东西，上上看。哎。你看那黄渣渣个豆子上头小小红一点，是吧？三姑娘她个做成干这个。好吃的。好吃。回来是啊，那么干豆呢，你拿一两根。对个。刚刚么南瓜豆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开。那么啥个性干，啥个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语种晓得，语种不晓得。那你比方讲干张我晓得。一个是没干。那一个是不好干。搿只不好嘎嘎讲。哦，不好嘎嘎。清亮亮。对个。搿个3只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搿只呢叫好干，搿只呢不好干，热天吃的。搿只呢叫混毛干，这个干头呢一年呢也60几种的了。那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分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是啊，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功食堂，是吧？那么留下来嘛也还搬走啊。也做着。不，搿个呢叫让盆子轻的。那么搿个一张呢叫让壳子。让壳子的呢可以让心搬得多点，让盆子的呢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切成功一张盆子。没有这样改，比他们这样盆子的，吃起来嘛像壳子。对。说吃呢，我要包一块孜鱼，不包孜鱼呢吃了发胃的。那个孜鱼里向像只半个糖。对，半个糖的。回来说哪？我做好噻。你做得比我漂亮。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是吧？不能刚子在上上思维还的。上得不错。那么人家说。对。那么，回来说，我那个体验下来呢，我觉着就是用分着的一个筷子塞了辛苦。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的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对。还是种乐趣呀，对。是个。那有一只啊，还有2只啊，这个只呢是盆子，这个只是壳子，但是最后结果呢，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这30多斤的大南瓜，他切得动吗？后来是，哎呦，这本是个发猪啊哈，这把南瓜蛋炒。你看多好。实心的呢是吧？没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来有点像。那么南瓜豆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回来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只有吃过自家分做过。是吧？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好子，那么切好子呢，一掰皮。一掰皮呢，先弄的切片下来。切片下来。那么切好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。那么蒸是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会熟着，也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大概分了一袋，肉了一袋，让它渗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
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儿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的注意一个步骤啊，也包一块熟粉了还，搿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少碱少气呢，就是我们买得来个果粉啊哈，买得来个水磨粉啊哈，先要捏一个头，拿个水搓哈，捏下头以后包了水里向烧熟以后，搿个一块么子打南瓜打果粉一旦捏了海，捏了海之以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捏好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头打。那么这个样子捏出来的搿只皮子呢，就做好个豆子分为半叉，而且久光滴滑。哦，蛮吃力的。哎哟，蛮吃力的，蛮吃力的。但口内不吃，为啥牛发香一头粉来当一张？哦，我是也不来三张，那我请你洪师傅来的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年纪年长。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早点中午2点钟。哦，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你想吧。啊，吃力啊！增加好。你看你头上才是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